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的第6章，不知道的深切需要。在看到约伯记从第1章一直来到了今天的经文第6章，我们看见朋友、妻子、环境，甚至是上帝，约伯面对这些关系，好像来到了一个瓶颈。他的朋友陪伴在他的身边，7天7夜不说话，面对他的这个境况，好像有话想说，但又不知怎么说起，可能被他的境况吓到，也有可能是在那当中一直在思量什么样的话语才能够成为他的帮助。人心的需要，谁能够完全知道呢？一位身体不适的姐妹，在一出电视节目的祷告中，经历了上帝的医治，这是真实的生命故事。而这个节目就是许多长辈所知道的派特罗伯森牧师主持的700俱乐部。这个电视节目是起源于1961年10月1号，当时派特罗伯森牧师他买下维吉尼亚州已经破产的 UHF 电视台，并且把它改成美国第一个基督教的电视网。在那个年代，其实广播是比电视还要发达。当然我们看见媒体一直不断的在改变，一直在更新。从1966年起，这个700俱乐部的节目就开始了。而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700俱乐部在播放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姐妹因着看这个 Good TV 里面的这个节目他们在转播到全世界后，那她就在这个节目里面听到派特罗伯森带领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就刚好讲到她的需要。好奇怪哦，就在那个跟着祷告之后，他竟然被医治了。一直去想自己身体的变化，1个月之后，原来那个身体的疼痛还真的就不见了，真去在这个节目中经历到这个祷告的医治。而这个700俱乐部其实也是在当时美国，后来甚至到了台湾有 Go TV 的时候，许多人都会看，因为里面有好多的生命故事。这也成为当时那个电视台里面的招牌节目影响无数的生命他们经历很多的事，而经历了55个年头，这个牧师退休交棒给他的儿子戈登罗伯森，一直到今天2023年，这个节目竟然已经要第60年了。上帝的心意真的不是在于那个话语的表面，或者是说跟听之间，更多是在我们经历的时候就能体会得到。而今天迦南之声也迈入了第700集，谢谢你支持聆听，而且成为肢体，让我们可以一起成长在基督里面，盼望今天上帝话语也回应你的深切需要。今天的经文第6章讲到约伯听见了以利法对他的发言，他感受到的就跟刚刚所说的完全相反。他感受到呢，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其实有好几段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思想。约伯他回答但愿有人把我的灾难称一称看他有多重愁烦真的是放在天平上我真的是感受到不是人他攻击我是上帝他攻击我因为我好端端的怎么就经历了这些人没有办法想到的事呢？而就在这当中，他也表达他表达对他的朋友，其实这个说话的对象是他的朋友如果我有草吃，如果我是能够饱足的如果我吃的东西是有味道的，我还需要在这里该叫吗？我会表达这些情绪，在第3章的这些情绪，就是因为我真的痛苦到一个程度，你们在我说给你们听，我告诉你们我真实的感受。然而以利法对他的回应却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约伯一步步的被激怒一步步的好像被定义，好像他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什么样的需要？其实他在这里是表达他觉得他的朋友来陪伴他应该是会带来安慰，但他好像没有得到安慰。而且那个没有得到安慰就像怎么样的情况呢？在第14节往下看的时候，这一小段说，不管我是不是已经离弃全能的上帝，在这样患难中我需要忠心的朋友，但朋友们啊，你们就像溪水一样靠不住。怎么样靠不住呢？就久旱不雨就干涸了，就是没有水了，因为蒸发掉了，或者是就是因为结冰而浑浊，被冰雪塞住了，就没有办法流动，就是没有水啊，没有办法提供它支持啊，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啊，讲简单就是这样啊。因为对我来说，可能你们就像这河道一样，你们看见我的情况，约伯的解读是他认为对方就是惊慌退缩啊。我有跟你们说我要你们来帮助我吗？我有跟你们说你们要怎么样对待我，我就可以好起来吗？或是什么吗？我都没有讲啊，但是我在这里感觉到就是被定罪啊。所以他最后说，那好吧，就是请指教我，安静聆听，我来听听我到底什么原因我经历这些事。从原来是感受到现在好像开始去追寻这样的一个意义，其实是跟这4个人的互动有关，其实是跟约伯他经历到这痛苦当中人的回应有关。有时候我们在对话当中真的没有回应到对方的需要，甚至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因为听跟说之间其实包含很多讯息的传递、讯息的解读、讯息的再表达、讯息的再沟通。其实在那苦难当中，我想罗马书8章26到27节其实告诉我们，真的会有一种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不管是太难过、太软弱，或者是太不知道怎么用言语表达。你知道吗？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他仍然有办法哦。罗马书8章26到27节也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他说，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原不知道该怎样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叹息为我们向上帝祈求。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依照上帝的旨意替他的子民祈求。我们可能到一个程度，软弱到不能再软弱，悲伤到不能再悲伤，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甚至我们要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今天的经文跟我们分享，上帝仍然知道你的需要，他差派圣灵来祷告。我们都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一起同时在人的生命当中有作为，帮助人来认识我们是他的儿女。在那软弱当中，圣灵亲自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好像就在那静默中，好像就在那嘈杂中，好像就在那不能平静的里面，好像在那个虚空的里面，我们仍有上帝的同在，仍有圣灵的帮助。在今天我们分享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许多的人在陪伴或者是在被陪伴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要多想一点，此时此刻的我或者是他怎么了？什么样的话语是现在需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有时候那个话语不是说出来的话语，可能是肢体的语言，可能是情境的语言。我们带它到大自然当中，
我们带他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们带他来到教会的聚会里，我们带他来到小组的里面。或许这是他需要的话语，或你正需要的话语。所以诗谦牧师要鼓励你，要勇敢来亲近这位知道你真实需要的上帝。在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已经为你祷告了。那你也可以尝试学着，当你可以的时候，你可以来祷告，你可以来教会，你可以来认识上帝的话语，让你的生命来连接这位真实知道你需要，而且他能够真正满足你需要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看见约伯此时此刻真的是需要安慰，也看见这样的安慰能够完全被安慰是你的工作，是你的能力，而我们成为这个管道。可能我们身边就有个约伯，或我们自己就好像约伯，就在那苦境的里面，很需要被陪伴，很需要被安慰。然而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被安慰，或是去安慰人。但你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主，你比我们自己，比我们身边人还更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我们要来寻求你，我们要来认识你。因为当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就更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就更知道原来你正在回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就更接收得到原来我们是被你所爱，被你所陪伴，也是被你所保护的。恳求主来带领我们，在人不能完全知道那真实深切的需要当中，主你亲自带领我们来经历。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带领我们来一起走这不容易的过程。愿你的话今天就安慰在许多很想关心别人，但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此时此刻你的话语已经在他们的身上。你说我们做得很好，我们持续来爱人，持续认识上帝的爱，使我们更有能力来彼此相爱。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聆听迦南之声，为今天第700集向你献上感恩，持续来分享你的话，是我们一生的祝福。持续领受你的话，也是我们一生的蒙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带领你在今天在你的需要上面得到满足。我是思宪牧师，我们下次见。